迎大家今日嚟臨參與屈臣氏集團185週年香港傑出學生運動員獎嘅頒獎典禮。我哋好希望透過呢個獎項，可以喺學校更加去推廣體育，去提升體育文化。今年呢，有總共接近1000間學校咧參與，佔咗全港嘅中小同特殊學校咧有90%。咁呢一個咧對於我哋嚟講，實在非常之鼓舞。獎項呢唔單止肯定咗我哋學生運動員喺比賽場上嘅努力，更加成為孕育同埋發掘未來體壇新星嘅重要搖籃。今日咧得獎嘅每一位同學咧都係實至名歸。由呢一步開始做起，跟住一步一步咁樣進步。在座嘅各位學生運動員，繼續努力，繼續進步。You are star. You are star.